干嘛呀？啊，让大马路上瞎晃悠，你眼瞎了？啊，把我车刮花了，知道吗？师傅，刚才你是红灯，你应该停车的，你把我撞了还这么强词夺理的，讲不讲点道理了你？我把你人撞了，你把我车刮花了，你得赔钱。放开我，要不然报警。看见没有？本地车赔钱，你得给我赔钱，知道吗？谁赔钱呀？我没让你赔我钱就不错了，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。他走了，别打人，别打人！谢谢小护士。包扎好了。啊。疼吗？不疼。今天谢谢你，我真是没想到会碰到这个无赖。不用谢，碰到谁谁都会这么干。还有，以后一个人遇到什么事儿，别光逞强，解决不了的话直接报警。那我送您回去吧。不用了，小伤嘛。你时间差不多了吧？要去接依恋？可是你这样，我哪样了？好吧，那我走了。国成啊，儿大不由娘。你活着的时候我就跟你说了，你一定要保重身体，你不能有个三长两短。你看看我一个女人家，你出了事情，我怎么管这个儿子呢？国成，哎妈，我又怎么了？我说你下回能不能换个招啊？每回都这样。站住！怎么了？我说你不高兴啊？你从小我就很难管教你，现在好了，终于到了你可以结婚娶妻生子了，我就更管不了你了。你爸可在这挂着呢，天天托梦给我问你的婚事，你让我怎么？哎，妈，我求你了，妈，别拿我爸说事行吗？你不就儿媳妇吗？等着，过几天我就给你领回来。你编吧，我看你怎么编。我倒要等等，你什么时候才能告诉我你现在女朋友的情况？这不刚开始呢，你得让我跟人家培养感情，对不对？是得培养感情，可我就不明白了，你怎么和一个连话都不会说的姑娘去培养感情呢？你怎么培养呢？不是妈，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是不是找他了？哎，你跟他说什么了？你干嘛？你要打我？不是你别跑啊！不是你跟他说什么了？我跟他说什么？你到底跟他说什么？妈，你知道他受不了你这样，你知道吗？他受不了，我能受得了吗？我跟他说什么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就跟他说了，离开我儿子，放过我儿子，别缠着我儿子，就说这个了。妈，你可真行嘛！我跟你说啊，今天你儿子要是回不来，你可千万别着急。回来！对不起，但是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很爱你，别离开我好吗？哎，爱宝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啊？能别这样吗？啊！你别听我妈说的，她说的都是假的，你别信她。再说她也不了解你，而且我也不是故意瞒着她的，我就是想等时机再成熟点再跟她说。总之你相信我，我妈那边我能搞定的，好吗？阿姨知道我不喜欢我吗？这样吧，姐，你先进去招呼客人吧。啊，进去吧。爱宝，来，我跟你说，来，坐呀。爱宝啊，爱宝，你说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啊？我要说服不了我妈，我自己弄死我自己，用不着你动手。
动什么手啊？啊！你要死了，我姐怎么办啊？不死，我就那么一说，我肯定好好活着，我一定不辜负小舅子对我的希望，我马上搞定我妈。我说你啊，爱宝，你下次说话，你能不能打个草稿啊？啊！我理解你妈，谁希望自己家儿子娶个媳妇回家不能说话呢？但是，最关键的问题就出现在，你根本就没跟你妈提过这个事情。虽然我也不知道你妈是怎么知道的，但是你不觉得这样做很不妥当吗？我就想等时机再成熟点，我再跟我妈说。行了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别说那些没用的啊！现在我怀疑你啊，有两种情况：一，你根本就没认真，你玩我姐呢，是不是？哎，我跟你姐那我绝对是认真的啊！哎，手放下！我跟你说，第二呢，你根本就搞不定你妈，你不敢跟她说，是不是？我回来了。啊，回来啦！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已经在去幼儿园的路上了。啊，不是少宇受伤了吗？我怕你赶不及，我呢也闲着没事儿，赶紧把他接回来。你说把他一个人放在幼儿园，万一碰见坏人怎么办啊？谢谢你。少宇帅哥怎么啦？啊，没什么大事了，估计这会儿已经到家了。哦，哎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俩怎么回事？怎么还跟人打上架了呀？是这样的，碰到一无赖，差点撞到我，还非说是我撞到他的车了。啊？不是，那你没事吧？没受伤吧？我没事儿。哦，行行，你没事我就放心了啊。呀，还给我留面了呢。哦，我和天乐已经吃过了，这是我和天乐为你留的，你尝尝我俩的手艺吧。你和天乐，你干嘛了？哎，人家打鸡蛋来的，鸡蛋是他打的。是吗？嗯，都会打鸡蛋啦。真好吃，好香啊！我都快饿坏了。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我折给少宇帅哥的，祝他早日康复，并谢谢他保护你。嘿，我这吃醋了啊！我这都陪你一下午了，你怎么没说给我折一个呢？行吧，你再陪我玩一下午，我就给你折一个。嘿，还玩一下午呢？哎，看看天儿，再陪玩下午就晚上了，夜里了啊！乖乖，哎，把这写完了，快。